境外消息来关心环保署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修法草案，目前当地听各界意见。若进前全国嘅工业总会有提出7大建言，内底就包括建议唔通甲净零排碳放入去法律内底。这是引起环保团体不满批评工总嘅建议，因即摆嘛呼吁政府下手就要砍咩。气候立法加速前行，6大重点实践净零。几内环保团体要求去年环保署预告的气候变迁应用法，其中2050控净零排放要加速立法，因为日前全国工业总会提出7大建言，其中净零排放目标，因认为无需要紧立法。和款团袂当认同。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退步的一个行为，因为唯有这个目标入法来讲的话，才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气候政策里面，从我们一些短期的一些思考里面，走到整个长期的规划。除了2050控净零碳排卖赶紧立法，工总的建言，阁有避免中和扣能源税甲排放交易等等，征收碳费要合理，汇率嘛要哪做哪调整，保有产业减碳奖励。不过款团嘛无赞成，表示汇率的制定原则应该是有效减碳，政府的扣税嘛无应该阁用来补助企业。会不会造成就是产业左手付碳费，右手领补助的问题？而且未来呢，我们的温管基金的规模可能会高达每年可能会有300亿的规模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全部再把这么多的钱全部再回去挹注于产业的补助跟奖励，这个东西是太狭隘的。针对款团的质疑，工总回应，在修法进前，大家拢通表达意见，嘛会尊重。环保署是表示，目前陆续召开意见商会，会阁甲各方讨论，照政府推动的方向来执行。记者陈亚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